头份的客庄之美，在色泽的滋味里，在片片的枫叶中，在缝瓣的每一次搓揉，在爽吃的每一口啜饮。而一段丰盛的旅程，其实是需要被沉淀的，和身心灵对话之后，才能期待回甘的时刻。这历程是不是就像泡茶是一样的呢？茶汤的颜色好漂亮哦，是它会变成琥珀，对，琥珀色。要泡红茶哈，一定要天然的，然后某些农药，然后小猎蝉就去叮咬它，就会有天然的蜜香味。那你喝喝看。好，你刚刚这样讲，我觉得，泡茶黑一门好温，一定要好好学。经过繁复的程序，茶蜜终于被赋予新生，在沸腾的水里释放独有的清香，在大火翻炒间，也让食材有着脱俗的气息。回归大地，拥抱自然，不用多加赘饰，端上了头份山林里的米其林。都吹香，你就会工厂作为奉茶，好，绵绵的奉茶居丁，奉茶在里面哦，对，好特别哦。好啊，那我要来吃吃看。好，请慢用。真的好像吃进一整个山林的感觉。有了茶蜜的清香呢，总让我觉得好像每一道菜都非常的舒爽。终于知道以前为人雅士为什么要归隐山林了，感觉起来身心灵非常的舒畅。这可不只是简单的餐点，也洗涤了你的心灵。泡茶黑一门好温，一口好茶生津止渴，而好茶入菜则更是别有风味，可以化解油腻，可以去除腥味，仿佛能抵御滚滚红尘的繁杂。在温室一般的空间里，透明的玻璃挡不住窗外的绿意盎然，风儿轻吹，一口茶，一口菜，回甘了人生。